最近好多人討論，如果美國下半年加息，香港究竟會唔會跟住加？如果跟加，會邊啲人受影響？仲有，到底咩係最優惠利率？首先同大家溫習下依家最優惠利率嘅情況。最優惠利率係銀行俾信譽最好、風險最低嘅優質客戶嘅貸款基準息率。至於按揭、私人貸款嘅實際息率，銀行就會睇情況，用最優惠利率加或者減某個百分比計出嚟。依家市場有4種最優惠利率，匯豐、恒生同中銀香港係5厘，華僑銀行係5.5厘，建行、星展同富邦銀行3.375厘，其餘銀行就5.25厘。坊間將5厘嗰啲叫細 P，5.5 厘就叫大 P。依家市面上90%按揭計劃都係 H按，絕大部分 H按都設有封頂機制做保障，萬一拆息突然大升，都有個上限保障，唔使驚。而呢個封頂位就係用最優惠利率計算。依家 H 按嘅封頂息一般係 P 減 1.75 厘至 P 減 2.25 厘，無論邊種計法，封頂實際息都係 3.25 厘。舉個例，匯豐、恒生、中銀多數用 P 減 1.75 厘做封頂，華僑銀行就用 P 減 2.25 厘，兩者計落封頂息同樣 3.25 厘。一旦香港銀行調高最優惠利率，邊幾類人會最受影響？第一類，準備申請按揭嘅人。如果揀 H 按，因為 H 按封頂息係跟 P 計， P1 加，封頂上限都跟住升。例如銀行加 0.125 厘，原本 3.25 厘嘅鎖息頂位就會升到 3.375 厘。至於揀 P 按嘅人，情況一樣，月供息都會增加。第二類，依家已經供緊樓嘅業主，假設佢哋依家按揭封頂息係 P 減 1.75 厘，用細 P 5厘計，一旦最優惠利率加 0.125 厘，佢哋個封頂息就會上到 3.375 厘。不過講返香港銀行會唔會跟住加息，首要條件係美國會唔會落實加息，就算美國真係加息，香港銀行亦都未必一定跟。遲啲有更多息口消息，再同大家講。